港養蠔業有過百年嘅歷史。喺流浮山後海灣沿岸嘅潮間大泥灘，曾經係養蠔業最興旺嘅地方。今日嘅流浮山雖然用傳統方法養蠔嘅蠔民已經唔多啦，但係喺退潮時分，我哋依然可以見到佢哋嘅蹤影。大家睇到我哋一身咁樣嘅打扮呢，而且我哋未天光啊，就嚟到流浮山呢度啊，就係想體驗下呢個蠔民過嘅生活啊！哇，好好啊！好似靚嘅。哇！好肥啊！香港嘅養蠔業咧，傳統就係使用海底養殖法嘅。呢個方法咧，就喺泥灘上邊插一啲石塊或者瓦片，用嚟收集蠔苗。蠔苗一般去到3至4年度咧，就可以收成啦。喺鄰嘅台灣，其實亦都有好多蠔民都係過住呢啲咁簡樸嘅漁村生活嘅。喺南彰化海岸嘅泥質潮間帶咧，每一日嘅退潮時分，都有好多蠔民揸住牛車嚟蠔田工作嘅。而家我哋望出去咧，仲見到一大片泥灘嘅，但係過咗一陣咧，水就會浸過我個雲精噶啦。係啊，所以當啲水一漲嘅時候咧，嗰啲蠔民即刻趕住翻上岸，所以每日啊都要睇海嚟做人。因此咧，用呢啲咁傳統嘅方法嚟養蠔嘅話，其實真係一啲都唔簡單。養蠔呢一種生活對後生仔嚟講咧，真係太辛苦啦。所以而家香港養蠔咧已經冇乜後生仔噶啦。但係台灣嘅南彰化咧，仲有啲30幾歲嗰一代走翻去大海嗰度工作喎。點解咧？大海對唔同人都有唔同嘅意義，但係對我嚟講咧，大海就係一個好平靜嘅地方，所以當我好攰嘅時候咧，望下個大海咧，就會咩都輕鬆晒噶啦。而對於台灣南彰化嘅蠔民嚟講咧，大海就係佢哋生活嘅安全網。因為社會不斷發展，有部分人可能難逃被淘汰嘅厄運，但係大海就永遠都唔會嫌棄佢哋。其實無論大海俾到你咩意義都好，我諗亦都冇人會想呢個咁珍貴嘅海洋會有消失嘅一日。相信保存佢嘅最好方法就係同佢和平共處。一片大海養活咗一班唔怕辛苦、靠海為生嘅蠔民。無論係台灣定係香港，只要你善待呢一片大海，佢都會好好咁報答你。而家後海灣同埋流浮山呢一帶嘅海岸已經有幾千個蠔牌，而每個蠔牌都有相當豐富嘅蠔獲。蠔民佢哋嘅努力絕對冇白費。哇！哇！佢哋就咁全部掉喺個水嗰度。不過去到70、80年代，因為工業發展同埋畜牧業污染，令到呢一度嘅養蠔業慢慢式微。直至到90年代，工廠北移，養豬場相繼關閉，加上政府努力改善水質，呢一度嘅養蠔業又有機會復甦啦。所以流浮山呢度都曾經面對過一個污染嘅問題，不過好彩大家都好努力咁樣去保護呢一片嘅大海。但係喺台灣嘅南彰化海岸，嗰個正面臨緊呢個化工廠一個污染嘅威脅，到底當地人又如何解決呢？好多靠海為生嘅人，佢哋都會拜天后，希望天后娘娘可以保佑佢哋風調雨順，生活平安。求神當然可以求個安心啦，但係面對越嚟越嚴重嘅環境污染問題，其實都應該由我哋嘅努力開始嘅。冇錯，所以話如果想保護大海嘅話，除咗求神之外，更加要由我哋自己開始做起。要發展一個地方嘅經濟，其實係咪一定要需要破壞佢嘅環境呢？就好似流浮山咁，呢度保留咗一條好有特色嘅街道。佢除咗可以保存咗海岸嘅生態之外，亦都可以發展出生態旅遊同埋呢個文化產業。咁樣嚟講，或者係另外一個出路。喺南彰化嘅漁村同樣充滿本土特色，對好多台灣人嚟講，嗰度都係一個寶庫，大家都好希望可以保護呢一片大海。正如片中所講，海係活寶，俾大家可以生存。
但係隨住社會發展，我哋可能慢慢忘記咗呢一片大海曾經點樣眷顧我哋。其實我哋已經算好彩，因為經過呢10幾年嘅努力，流浮山呢一帶嘅水質總算可以回復。不過其實整個養蠔業嘅生態環境都已經改變咗。不過有好多嘢咧都唔可以翻轉頭㗎啦，所以我哋要好好咁珍惜我哋擁有嘅一切。其實除咗今集嘅影片之外，今個星期嘅 TED 講座仲會有一位人類學家同大家分享一下族群文化消失嘅問題。我哋真係要好好咁正視一下傳統文化嘅承傳啊！大家上去呢個網站睇下啦。